等我哋嚟講講六國論嘅重點啊。六國論呢篇文章就重點唔算多，都幾容易背嘅。咁我哋睇睇有咩重點。第一段，六國破滅，非兵不善，戰不利，弊在賂秦。首先就用咗先破後立嘅手法啦。咁第一段咧，先講到六國破滅，唔係因為兵器唔夠好，唔係因為佢哋打仗打得唔好，而係在於佢賂秦，割地去賂秦。割地賂秦嘅結果就係力虧，令到損耗國力，最終導致滅亡啦。咁喺嚟嘅下面嗰度咧，作者就引用咗一啲質疑呢個說法嘅人。有啲人可能會話六國相繼破滅係咪因為佢哋全部都係賂秦啊？唔係，有一啲國家賂秦，有一啲國家冇賂秦。冇賂秦嘅國家咧，就因為失去賂秦國家嘅支援咧，最後都破滅啦。呢一度咧區分咗兩類國家，第一類咧就係賂秦嘅國家，第二類咧就係唔賂秦嘅國家，佢哋都因為不同嘅原因而被秦擊敗滅亡咗嘅。下面咧由第二段去到第三段就分別係回應呢兩種唔同嘅國家點樣滅亡啦。第二段就係講賂秦嘅國家呢一段，所以呢一度有一個前後嘅呼應啊。第一段講賂秦嘅國家滅亡，第二段就講賂秦嘅國家點解滅亡。第二段用咗四大對比。第二段講到嘅係第一個對比，我哋叫佢做對比一。對比一比較緊嘅係咩咧？比較緊嘅係打仗得到嘅土地同埋賂秦得到嘅土地嘅分別。好，其實對一比一裏面咧係隱藏咗兩個對比嘅。係有兩個小嘅對比嘅，我哋一齊嚟睇下。第一個對比就係講緊秦國因受賄而得到嘅土地嘅數目係好多，而戰勝所得到嘅土地咧係好少嘅啫。相差幾多啊？相差100倍。換言之，佢每受賄得到100笪土地，先至打仗得到1笪土地。咁啊可以見到六國俾秦滅亡嘅原因，唔係因為秦打仗特別叻，而係六國自己投降，自己即係唔可以話投降嘅，自己人哋未打到嚟咧就急住求和啦。第二個要對比嘅就係諸侯國向秦國求和而得到而割讓嘅土地多定少啊？係多嘅，有幾多笪啊？100笪。咁當然100笪唔係話即係佢講100笪，而係用個百字咧嚟代替好多咁解啦。係咪真係100倍咧？唔係嘅。好，對比起戰敗而失去嘅，戰敗而失去嘅有幾多？其實係好少嘅啫，係得1笪嘅啫，相差100倍。呢度係相差100倍，呢度都係相差100倍。咁啊，所講嘅道理咧，就係六國滅亡唔係因為在於賂秦，而係在於自己放棄抵抗。咁啊，回應翻上面第一句啦，六國破滅唔係因為兵器不鋒利，唔係因為作戰不得法，而係在於佢割地賂秦啦。對比二，對比二係有兩方面嘅。首先一方就係祖宗諸侯嘅祖先啊，開拓佢哋嘅土地咧係好困難，有幾困難啊？哇！日曬雨淋啦，披荊斬棘咁困難，係好艱難咁樣開拓嘅，先至有尺寸嘅土地，先至得1尺1寸嘅土地，誇張。諸侯嘅祖先咧，其實開咗好多土地，但係佢就用咗誇張嘅誇飾嘅手法咧，嚟表達嗰種數量嘅少啊，表現嗰種嘅珍貴啊，越少就顯得珍貴，先至有些微嘅土地。可以見到咧，開拓土地咧係非常之困難。對比起子孫拋棄啲土地俾秦國嘅時候，好似如棄草芥咁。對比起諸侯嘅態度咧，就係輕易割讓土地，對佢哋咧係毫不珍惜。佢唔單止咧係
割讓啲土地，佢嘅態度咧仲要係毫不珍惜嘅。OK， 咁啊呢一度咧，我哋見到佢係先有些微嘅國土，其實係代表咗佢呢啲土地咧係好珍貴嘅。好，但係諸侯而家嘅態度咧就係毫不珍惜喎。OK， 毫不珍惜喎。B 同埋 C，OK， 係好輕易咁樣咧。祖先咧係開拓土地咧係好困難嘅，但係諸侯咧割讓土地就係好輕易嘅。咁啊，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諸侯咧嘅態度啦。第三就係論證諸侯應該重視土地，不應該輕易割讓呢啲土地。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做呢啲對比嘅時候咧，都係1、2、3啦。咁啊，一同埋二就係對比嘅兩方，而三咧就係論證嘅道理啦。好，對比三係講緊割地嘅成本同埋回報嘅對比。割地嘅成本係咩啊？今日割5成，明日割10成，然後得一席之安枕。成本就係非常之高，要割2日加埋割15座城，係咪割得好密啊？咁當然咧，實際上就冇咁密嘅，都係用咗誇張手法、誇飾手法。對比割成之後咧，換嚟嘅回報係咩？1日嘅安枕。秦國只係會停止1日嘅啫。呢度見到佢嘅成本係好高，對比回報係好低，論證咧割地勞秦係不智嘅，不合理。好，第四個對比就係講緊諸侯嘅土地同埋秦國嘅慾望啦。好，第一，以諸侯嘅土地係有限嘅，總會有割完嘅一日。對比起秦國嘅慾望咧，係無窮嘅。咁啊，重點就係呢一度啦。諸侯嘅土地對秦國嘅慾望有限對無窮，論證咧呢一種係一種好愚蠢嘅方法啊！你以為割咗地俾秦國，佢就會唔嚟再攻擊你，再唔嚟攻打你咩？錯啊！佢只會攻擊得你越犀利。原來我只要扮攻擊你，或者攻擊你少少，你就會自己主動嘔晒啲地出嚟。咁我日日夜夜都嚟攻擊下你啦。OK， 咁啊會加劇咗佢嘅侵凌嘅行為。4大對比，跟住就嚟到至於顛覆你故而言，咁啊呢一度咧就係有比較考核重點嚟嘅，都係一個比喻論證啦，加一個引用嘅。古人云啊嘛，古人云就係引用啦。以地試從，猶如抱薪救火，猶即係如啊，如即係好似啦，好似即係明喻啦。以地試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以抱薪救火嘅比喻咧，論證以地試秦嘅荒謬啊！抱住柴去救火，就好似六國攞自己嘅土地去勞秦，直至到柴燒完啊，火先至會熄滅嘅。咁呢一度，大家都要留意返熒光筆。既然個喻體係有3個部分，你嘅本體嘅構成咧都要有3個部分啦。抱住柴去救火，好似攞自己嘅土地去勞秦，以去滿足佢嘅野心。呢個咧，大家可以加返落去。我本身係漏咗嘅。咁啊，直至所有柴，所以咧呢個柴即係佢嘅領土啦。火就係秦國嘅野心。
下一段，前面嗰段第二段呢一度咧就係第二段啦。第二段講緊嘅就係陸秦嘅國家，四大對比啊，都係講緊陸秦嘅國家點樣滅亡啊，佢哋割晒啲土地俾秦國，最後就滅亡啦。第三段就講到齊國啦，齊國同埋燕國、趙國呢三個國家咧都係沒有陸秦嘅，回應翻第一段，不陸者以陸者喪啊，不陸者以陸者喪。咁究竟佢哋分別滅亡嘅原因係咩咧？首先，齊國咧係依附秦國而冇幫助五國，五國滅亡咗啦，最後齊國咧亦都不能夠幸免啦。燕國開始咧係有遠大嘅謀略，能夠守護佢嘅國土，唔割地陸秦。不過燕國嘅太子丹就比較急進，比較進取啊，就用咗荊軻去行食秦王，失敗，最後咧導致亡國，激嬲咗秦國啦。好，最後趙國亦都係喺武力上咧能夠同秦國去對抗喎。點解啊？五戰於秦，兩敗而三勝。點解可以對秦國攞到一個咁大嘅優勢咧？因為有一個叫李牧將軍啊。李牧將軍咧經常擊敗秦國嘅，換言之，趙國其實係抵抗到秦國㗎。後尾咧，趙國嘅國君咧聽信讒言，令到李牧受到殺害，就令到趙國軍力薄弱，最後為秦國所滅啦。咁喺呢一段嗰度就講咗齊國、燕國同埋趙國三個國家。係齊國、燕國、趙國三個國家分別係如何被秦毀滅，回應翻不陸者以陸者喪呢一個觀點嘅。好，向使三國各愛其地。咁呢一段就呢一度就講緊係如何六國如何才能免於滅亡呢？佢哋究竟應該做乜嘢先至能夠不被秦國去擊敗呢？三個國家各愛其地，韓、魏、楚三個國家唔好再割地俾秦國求和啦。齊國就唔好依附秦國。燕國唔好派刺客去行食秦國。趙國嘅將軍李牧仲喺呢一度，趙國嘅將軍李牧仲喺趙國去守衛佢嘅國土，同秦國打仗，咁就會勝負之仇，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微亦略。唔係話一定打得贏秦國啊，只不過咧係有得群下，或者咧可以有得同佢打下啫。跟住去到最後呢個部分啦，咁啊仲可以做乜？上面就提到啦，sorry 啊，呢一度首先第一咧就係三個國家唔好割地陸秦，齊國唔好依附秦國，燕國唔好行食秦國，趙國唔好進犯間計。呢度有4樣，如何先至能夠免於滅亡呢？1、2、3、4。好，下面仲有嘅，將各國各讓俾秦國嘅土地攞嚟封賞天下嘅謀士，等呢啲謀士去思考如何去對抗到秦國。第5樣，各國將侍奉秦國嘅苦心攞嚟禮遇天下嘅奇才，羅致人才，為六國效力。第6樣，各國團結一致，用心向西邊對抗秦國。第7樣，唔好被秦國嘅威勢所脅迫，為國者無使為職威之所劫在。做足呢8樣就可以免於被呢一個
或者可以咧係同秦國咧有一較高下啦。好，最後一段咧就係呢篇文章咧真正嘅目的啊！我哋都知道呢篇文章表面上係講六國同埋秦國嘅關係，實際上係講緊當時嘅北宋同埋西夏遼國呢啲國家嘅關係。呢段先至係咧全篇文章最重要嘅一段啦。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又有可以不勞而勝之勢。呢一度係首先咧，第一個部分係講六國，佢哋都係諸侯嚟嘅，同秦都係諸侯，其實弱於諸侯。換言之，係秦國係強過六國啦。但係六國咧仍然有機會取勝。上面講到啊嘛，六國做啲乜嘢就可以有機會取勝。六國係有機會取勝啊！久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所以講緊六國係咩啊？天下係咩？天下就係北宋。當時北宋係天下之大。北宋係一個大一統統一嘅國家嚟嘅，國境咧係好大嘅。換言之，北宋咧嘅國力咧係強於六國。當時嘅六國係有機會取勝。如果當時嘅六國國勢咁弱，都有機會取勝。如果北宋假設佢係落敗，北宋咁強，如果佢都落敗，咁就真係咧係不如六國啦。咁啊，最後一段嘅內容啦，即係六國咧向秦國地求亡，最後滅亡咧，係諷刺北宋嘅執政者去呢個輸貨歲幣求和啊，係嘛？六國嘅國力咧較弱，國土較少，仍然有機會贏喎。如果北宋係一統天下、國力較強嘅國家，如果最後都好似六國一樣滅亡咧，就真係六國都不如啦。好，咁呢一度咧就係全篇六國論嘅內容重點，咁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溫習準備文憑試啦。拜拜。